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患难时及时的帮衬，是阮拄着挑战的时的避难所。阮感谢你，伫阮过去的日子中间，对阮的帮衬甲保守。互阮伫你丰盛的恩典顶面得到看顾，虽然有时拄着困境、恶担当的挑战，但总是主你的恩典教也阮用。所以，阮用欢喜的心，搁一遍来到圣殿，要服侍敬拜你。主，阮特别感谢你。因为阮确实知，阮是软弱的罪人，照你无法度来到你至圣的恩典宝座前，但总是因为耶稣基督，伊的怜悯、伊的恩典、伊的牺牲，所以互阮愿意悔改认罪的人。会得罪得到洗清气，来到主你的面前亲近你。主，阮今仔日要用敬虔的心来服侍敬拜你，同时也要甲你同坐道，享受甲你同在的美好。求主亲自赐福看顾。互阮的心得到平静，互阮用敬虔的心来满足你的心意，来互你欢喜。阮也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，完完全全拢仰望伫主大权能的圣手，求主你保守看顾，无论献诗、诗会、传讲信息、抒琴，或者是帮助阮共修圣礼典的小会员，互阮每一人透过你恩典的帮助，做美好的服侍，荣光你的圣名。互阮今日礼拜是充满了你的荣光。是阮的主啊，阮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，求主帮助阮。互阮看见你伫阮中间的心意，互阮会当照你的心意去推动逐项的事工。阮也特别恳求主，你加添阮得救的人数，互阮所做的工，真正会当加做万民的祝福。阮也特别将阮所设立的机构、所推动的事工。拢完完全全交托伫你的圣手，求你亲自带领、保守、看顾。是阮的主啊，愿恳求你，互阮真正加做即个城市、即个国家的祝福，是你所差遣的光甲盐。求主帮助阮，也兴起伫台湾。所有无共款区域服侍正教会，互阮伫无共款的波涛园中间，为你做见证，荣光你的圣名，也结出济济美好的果子。是阮的主，阮也恳求你顾守看顾阮的国家，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、公义、甲和平。我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
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！你徛起的所在，互人赫尔意爱。我若无上主会行到要分去，我的心神应我的上帝欢喜唱歌。这时，请咱起立来吟圣诗173首。上帝之时临在。
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玛利亚出世，以阮丢了刀刃来受苦，定是个死埋葬的灵妇。第三日对死来复活啊，受天当世的全能的上帝话语，伊的主要生活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国公同教会，圣道相通，罪下的肉体国我，永远王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现在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伫圣主日受阮的正经日来到你的圣殿，用感恩懊恼的心来敬拜你。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万物拢显出你的荣光甲奇妙，你的疼甲恩典无所不在。我要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你的慈爱就亲像早起时的日光，照光阮的生命，互阮的心感受主的温暖。你的信息自古无变，无论阮伫什么所在，你拢甲阮同在，使阮平安甲快乐。阮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承认阮心灵的软弱，无论伫言语、思想，也行为，常常得罪你，无照主的教示实行。阮知伫你的面前，阮无法度隐瞒任何代志，因为你看清楚阮的内心。求主赦免阮的自私、骄傲甲无顺服的心，洗清阮心内污秽，互阮内面忠心有正直的神。感谢主111年来，使我相连教会满满的恩典甲祝福，伫每一个世代呼召真正的牧人，完成你所交代的使命，也透过教会各种的事工，引带侪人来到你的面前，认捌你，接受你的救恩。求主继续保守带领相连教会，互阮所做的事工拢会当荣耀主的圣名。世界侪所在依然陷落伫战争的冲击甲危害，伫教无数万人、无辜的人丧失性命。恳求主的和平甲公义临到这个世界。原知你是公义的主，是和平的源头。恳求你的光照光这个充满罪恶、纷争甲不公的世界，互战争甲冲突紧紧结束，互世界会当得到和平。兄弟姊妹中间，我若身体软弱、心灵忧伤，也是任何讲不出的委屈甲艰难。求主医治甲安慰灵，甲因同在。因为阮知所有的试炼，拢是要教阮学习完全的信靠甲交托。只要阮若专心倚靠主，就会对主领受教育信心甲快乐。今仔是圣餐主日，我们要甲主三甲坐倒。既然主耶稣基督受难甲过活，因为你的救赎，互阮会当得到永远活的愿望。愿你的圣灵充满阮，帮助阮有坚定的信心，活出基督的款式来荣耀你的名。阮的祈祷无够完全，要用主教示阮的主祷文三甲祈祷讲：阮天父，愿你的名圣。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行，一对的天天，阮的心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像是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一次，就叫阮脱迄个歹，因国、阮的荣光拢归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
三甲来交读启应文伫圣诗后面18页第22篇，第12篇。上帝是阮独闪的所在甲气力，所以地虽然变迁，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野涌。有一条河，伊会开车，互上帝的城欢喜。上帝伫迄中间，城的确袂摇动。一般哗哗好，上帝出伊的声。万军的耶和华，甲阮伫地。来啊，来看耶和华的所做。伊又高前刷，到伫地极。站长枪，恁就定定就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耶和华，甲阮伫地。赞美要请圣歌队，因所要吟的是我是你徛起的所在。
感谢圣歌队用这样水的诗歌来带领咱来学习上帝。这时咱来恭读上帝话，记在诗篇111篇第1节到第10节。我用台语汉语版来读诗篇111篇第1节。就称赞上主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。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，我要专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爱伊作为的人拢欢喜查考。伊的作为尊贵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存续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伊赐美牛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会永远记牢伊的约，伊对伊的子民显明大权能的作为，将立邦的土地赐予因。第7节，伊的手所做的信实公平，伊的律例确实有效，永远袂改变，照信实公正制定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伊立永远的约，伊的名是圣，通敬畏。第10节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照安尼遵行才是聪明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愿上帝祝福听伊话，佮照伊话去行的人。下面咱要请本堂主任牧师、蔡牧师要来分享信息。伊要分享的题目是荣耀圣殿敬拜天使第1讲。请咱恭敬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咱个同心聚集伫上帝的圣殿。毋知大家有期待这个时刻？毋知大家有每一礼拜拢真较无等待这个时刻来到教会敬拜上帝，用较无的心来到上帝面前。好，如果若有安尼牧师要问你，咱来到教会要做啥物？可能大多数的人拢讲我来到教会就是要做礼拜啊。好，安尼我要继续问你，伫礼拜中间，你有做什么款的代志？有什么款的代志你应该做却无做？有什么款的代志你无应该做却做？这就是这几礼拜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探讨面对的问题，互咱做伙学习安怎用敬虔的心来服侍上帝。伫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的话充满开力，会当帮助阮精心调整阮的生命，互阮有正确的观念，明白你的心意，要会当领受开力，照你的心意去行。求主即时安静阮的心，帮助阮好好来听你的话。思考你的话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可能大多数的咱的兄弟姊妹，咱自细汉也是讲对慕道开始，可能逐礼拜拢有一遍，咱会来到圣殿参与教会礼拜。因为咱礼拜的这个流程、的仪式、的程序，拢差不多。有即款的传统，但是若逐礼拜拢按照安尼做，可能会引起一寡错误的感觉，讲咱的礼拜就是安尼。有时阵一寡代志变成做例行的公事的时阵，就会变做形式化。特别是参与礼拜过程中间，若咱对一寡程序无了解，咱无明白伊的意义，就会互即个礼拜形式化，
失去伊的意义。安尼就无法度达到伫礼拜中间，透过上帝的祝福，互咱的灵命更新的一个新的境界。所以牧师要用2礼拜的时间，甲大家做伙来思考礼拜的天数，帮助大家伫每一个天数中间，毋干那了解伊的意义，也会当尽力来服侍上帝、敬拜上帝。礼拜是啥物？礼拜有真侪无共款的定义。若照教科书顶面所讲的礼拜是安尼讲，礼拜就是咱信仰的团契，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的疼甲救赎，伫圣神的引带下面，咱来到圣殿，用咱的话语、用艺术、用音乐、用上帝的行为，借着耶稣基督对上帝敬拜、感恩、懊恼、认罪、恳求，而且对宣扬上帝道的信息、甲公义的挑战，立志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。这是教科书内底对礼拜的一个定义。对这个定义来看，咱知影礼拜是兄弟姊妹的团契的组织。咱的组织是因为上帝疼甲救赎。顶回牧师已经甲大家讲过，若毋是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咱每一个有罪的人，咱其实是无够资格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来朝见上帝。有罪的人记得上帝是应该受刑罚，应该受审判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果，伊为咱牺牲，洗清去咱的罪，所以咱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甚至咱也可会当甲主同坐道，来甲主来食主的圣餐，甲主有亲密的交陪。所以礼拜是一个恩典，是一件严肃的代志。咱要真重视伊，而且礼拜是伫圣神的感动引带下面，互咱会当照规矩来敬拜上帝。咱用所有的方式，无论是言语，还是艺术的表达、音乐的表达。上帝的行为，有人会举手，有人会拍扑啊，有人会鼓掌，有人会欢喜学乐上帝，用这款的咱全人的行为来敬拜、来感恩、来认罪、来学乐、来恳求。而且礼拜有一个真重要，就是爱真认真来领受上帝的话。上帝的信息，然后立志具体要将上帝的话实践伫咱的生活中间。所以，牧师要问恁一个问题：礼拜开始是当时？礼拜开始就是咱诗会者，用宣调开始，还是讲圣歌伫诗班？用一个宣调诗做开始，这是礼拜开始，咱应该拢知影。礼拜结束咧，礼拜结束是当时。你毋通讲礼拜结束是等10点半要结束牧师祝祷了，礼拜就结束啊？毋是安尼，牧师的祝福是一个车遣，车遣大家出去了。爱将恁伫礼拜中间所领受的，实践伫恁的生活中间。然后，当后一个礼拜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听候宣调开始，咱顶一个礼拜开始结束。所以礼拜就是一直咧刷接礼拜，咱的生活就是一种礼拜，咱的生活就是回应上帝的话。的时刻，咱有这款
正确的观念了，咱知礼拜是一个严肃的代志。伊大概会当简单分做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信仰团体的组织，咱透过组织要做啥？要感恩，要学乐，要认罪。第二就是上帝真道的宣扬，甲领受。咱就是要用心去听圣经牧师所传达出来的信息，或者信息去感化咱的心，去影响咱的生命。然后第三就是咱要有具体回应，咱来立志。咱听咱上帝话了，咱来立志，讲要照上帝话来行。咱来奉献咱本身做工做盐，来荣光上帝，受差遣去甲咱的生活中间为主做见证。所以礼拜就是分做这三个部分。咱若有这个明白了，咱来看今仔日要对大家讲的，就是礼拜其实就是来朝见上帝，尽力表现咱对上帝的听甲尊敬。伊是一件严肃的代志，所以礼拜主角是啥物人？礼拜主角是咱参与礼拜的人。咱在伫礼拜中间，尽力表现咱对上帝的敬虔，尽力去听主。然后，服侍当中是带领者，诗班，也是讲牧师的讲道，也是讲司琴，服侍当中是帮助大家将咱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。所以咱爱安怎互相配合，带领者爱甲被带领者中间爱配合真重要。毋通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，譬如上款，讲我恁分达拉，恁无跳舞，我恁爱哭，恁无追星，就是讲带领的人所做的，咱爱来配合。所以咱咧听圣歌队吟诗，大家咧做啥？毋是伫遐咧煮薰素。我讲今仔日天下噪音，今仔日安怎笑了无倒位无好，毋是安尼。咱是甲因做伙咧敬拜，伊是帮助咱唱出咱对上帝学乐敬拜恳求。所以，咱圣歌队咧吟诗的时阵，咱就甲伊做伙咧敬拜，这真重要。好，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诗篇111篇，这是一首学乐的诗歌。所以，拄只诗会咧读的时阵，第一句是啥物？哈利路亚！现代中文也不来翻做，我们要赞美上主。其实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，所以伊被称作哈利路亚诗，也就是讲聚会敬拜中间的俄罗斯。咱透过这首诗来思考礼拜无共款的听词伊的意义，来学习敬拜。首先，牧师要大家讲，伫礼拜未宣调进前，咱有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时间，是咱准备好家己来听候上帝降临的时刻。因为咱要来礼拜，咱知影礼拜是需要操练的。你若心思意念真乱，你根本都无法度专心去敬拜上帝嘛。所以你要先该准备好家己，将咱的心灵准备好。当开始敬拜一开始，咱就真容易进入甲上帝交陪，拄着上帝的敬拜。所以牧师有3项提醒，这过去有人拢讲过，即马搁要大家提醒。第一项就是爱提早到，提早到是安怎？爱将你的心，沉淀下来。因为咱有时阵
伫咱的世间有真侪无用的代志，有真侪烦恼的代志，有真侪计划要进行。咱内底摆时，咱就毋通受到即款的代志来搅扰。好，咱先爱提早到，坐伫遮安静落来。好，无互遮世事开始搅扰咱。好，咱知影，咱咧做一件重要的代志吼，拢爱提早做准备了无？譬如讲，咱大多数的人拢有经历过大考吼，大学考试，也是讲高中的考试。考试进前，因为咱考试分发到的考场无一定是咱家己的学校，通常是别间学校，所以考试前一天，咱的老师也是讲咱的父母，就会带咱先去咱的考场，看咱考试的所在。你是伫即间教室考试，你是可能坐伫倒一个位考试，附近倒位会当休困，倒位咧方便的时阵要去倒位，拢爱了解迄个环境了。咱第二天去到迄个所在，才袂惊吓嘛，才袂紧张嘛，才能进入迄个考试。而且第二天啊，搁爱较早去的，对无？无人讲要考大学联考，时间到较去，无人安尼嘛，拢爱提早去嘛。提早起做准备，互咱的心袂安尼真惊吓袂安尼真匆忙，咱会当安静落来。所以咱即顿是10:30礼拜对无？咱至少10:20，牧师拢会伫遮带大家做伙祈祷。你10:20你就提早来，互你的心先安静落来。咱来遮听候上帝嘛，听候就是爱较早来的，这是敬拜的准备。要准备啥？准备安静心嘛。就是咱来伫遮做祈祷呼求，求上帝帮助咱安静心。咱有时有一个真无好的习惯，就是咱来到圣殿内底看到明白的人。咱就想要甲伊讲几句话对无？就开始开讲开讲第一，你会影响你家己；第二，你会影响对方。所以你若有即款习惯的牧师来考劝，你毋通甲迄个做好的人坐做伙。你着遐坐伫千分人的边仔，你无就是要安静咱家己嘛。咱准备好，咱对上帝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安静心，你嘛毋通去甲人讲话，影响别人，因为咱知影过去咧上课的时阵咱上课的时阵，咱若伫下骹头讲话，还是讲伫遐头传字条老师会安怎？老师会生气嘛？老师看到会生气嘛？其实我目睭无好耳孔嘛无好，听无啦，但是上帝听有。我今仔日，咱伫遮敬拜上帝，上帝是咧看咱敬拜，上帝知影你咧做啥。你若想讲我甲隔壁讲一下话，交陪一个，交陪迄是礼拜，咱礼拜牧师做到了煞，咱出去会当亲睦交陪，这有一个时间。咱来到教会的开始，咱就先安静心，呼求上帝。准备心就是互咱的心安静，直接开始敬拜的时阵，咱就真容易进入迄个敬拜中间。第三项就是咱来开始将咱的焦点对家己转向上帝，用较无的心来帮助咱。亲像做事的人安尼讲，伊讲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听候。我也要仰慕伊的话，我的心听候主，赢过收惊，听候天光。过去古早咧收惊的人，因听候就讲赶紧天光，天光了，因的工作就结束。
咱着爱用，因着是足较无迄个天光的时间，赶紧到。咱伫圣殿内底，呾来到教会，咱安静咱的心，然后咱用种听候的心，听候上帝，甲咱有交陪的时间。咱像一个囡仔吼，爸爸出门去，伊徛伫门口伫遐听候因老爸要转来，老爸转来的时阵，囡仔着赶紧走去啦，老爸揽诶。甲老爸有一个亲密的沟通，咱着爱用即款的心态，较无的心态去听候上帝伫咱的中间降临。好，所以咱着爱用提早到，安静心，用较无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祈祷，讲主啊，请你帮助我，感动我。互我今仔日会当进入真实的敬拜。你若特别拢会当安尼，你来试看卖，你一定会当伫礼拜中间得到更较大的感动，得到更较大的祝福。来，接续，咱来看礼拜的开始。礼拜开始就是宣调，宣调师会用几句话，还是讲用一个金句。诗班的用一首短短的诗歌，呼调提醒咱开始要礼拜啊！因为你已经准备好啊嘛，你咧听候迄个时间，迄个时间来的时阵，咱就真精神就真好。因为诗会啊诗班提醒咱礼拜已经开始，咱来更较专心进入迄个礼拜。宣调结束了，咱通常拢会吟一首诗歌。咱对耶稣读的经文讲：爱俄罗上主，我爱一心一意感谢上主，伫伊正直的主面的聚会顶面感谢伊。所以咱就开始要感谢上帝。有时阵师会会带咱祈祷，感谢上帝，用言语。有时阵咱用言语讲袂出来感谢的时阵，咱就爱用诗歌，用诗歌表露出来咱心中对上帝的感谢甲懊恼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。所以咧吟圣诗的时阵，请大家一定爱用一种真尊敬，要将你心中迄个对上帝的感谢表达出来的方式去吟这个诗歌。牧师来请教，如果有一个人对咱有足大的帮助，对咱有足大的恩惠，你要起来说多谢，你拢会安怎？你敢袂讲去到伊的面前讲来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安尼简单尔，白嘛？你会尽可能讲，我要将我心中对这个人的感谢表露出来嘛？你一定会讲出者心中的感受嘛？你讲我实在是一件若无你的帮忙我真正是亏损足大，所以真感谢你好佳再有你的帮忙。你一定会将你心中的迄个感觉一直表达出来，互伊会当感受到嘛。上帝互咱遐大的恩惠，伫一礼拜中间互咱遐大的照顾。咱咧唱诗歌学落伊的时，清清彩彩、马马虎虎，安尼敢袂使？咱一定要借着诗歌，将咱心中的迄个对上帝敬虔、对上帝感谢来唱出来，来表露出来嘛。所以用敬虔的态度，用感谢的态度来吟出这个诗歌，是帮助咱来敬拜上帝。所以拄则讲过，咱来到上帝面前敬拜，就是爱表露出咱心中的感谢甲懊恼。所以咱透过语言，透过诗歌，亲像保罗所讲的。用诗章上词连歌彼此对讲，口唱心和学了主。口唱心和就是你嘴爱唱，心爱有同意，
毋通口是心非啦。你嘴唱出来，就是你心所想的。好，所以你爱投入，爱将你的心意，拢对上帝表露出来。这是咱吟诗歌的一种态度。接着，像咱伫圣礼典进前，咱拢有信仰告别，对无？好，信仰告别是啥物意思？咱主要所读的经文中间第20到第9节，做事的人伊拢咧学了上帝。咱若详细去读，或者再来读，伊咧讲上帝伟大。其实对某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伊体验到伊的上帝是安怎的上帝，就是咧讲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嘛，就是咧告别伊对上帝的信靠，告别伊对上帝的尊重，告别家己的信仰。所以伫咱礼拜中间，咱嘛爱有信仰告别的时刻。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，即个第9节，伊讲，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伊立永远的约，伊神圣可畏。即个约，即中间所讲的即约的观念，就是信仰告别的内涵。所以，咱会用许多圣经来做信仰告别。咱的告别，咱所信仰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。是救赎咱的耶稣基督，是感动咱、扶持咱、带领咱的圣神上帝。咱所信靠的上帝，伊会为咱的生命带来做赦免、肉体给我永远的活命。所以，咱用安尼一种信仰的告别，表达出咱对上帝的尊重，表达。搁一遍坚定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当然，更加重要的是，咱透过信仰告别，明表咱的角色、甲责任，以及爱将信仰告别落实伫咱的敬拜甲生活中间。伫敬拜甲生活中间，不断去思考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。今仔最后一段牧师要甲大家讲的是这个启应。咱伫礼拜中间有一个听书叫做启应。我伫8月读新学院进前，我根本都毋知啥物叫做启应。启应到底是啥物货？特别是我当去教会的时阵，师会拢讲，咱即是来交托启应文。我听毋捌交托是啥物意思？我想交托就是交一项物件来交托互伊开启应，你念一句，我念一句，开叫做交托启应文。到尾较知影是交托啦，就是讲，我读一句，你读一句，叫做交托启应文，这启应是一种方式，伊是礼拜中间的一种方式，就是敬拜的人。雕记上帝的时阵，用唱的，还是用讲的，同心呼应的一种方式。启应的内容会当安那？启应的内容会当用来学乐，会当用来感谢，会当用来认罪。像咱今仔的启应文，就是一个学乐上帝的启应文。保罗安尼讲，就用诗章、上词、连歌，彼此对讲。靠手心和俄罗斯彼此对讲，就是启应的方式。我唱一句，你唱一句；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。咱在诗篇中间有一部分的诗歌叫做就价的诗，上行之诗。伫个诗篇后壁面的所在。这就价的诗是啥物？伊要去以色列人，伊要去雕记。上帝是要去圣殿的时阵迄路是安尼就行的路，所以因会安尼组织做伙，大家做伙要去圣殿雕记上帝的时阵，因会用一寡诗歌互相鼓励，这种鼓励的方式通常是用启应的方式。譬如讲，咱若看诗篇121篇，就是启应的诗歌，就是有一部分的人。
一部分人还去头前的人先唱讲：啊，我要举北五山，我的帮赞是对倒落来。然后后壁的人来回应，讲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用安尼互相对唱，彼此鼓励。伫咧就家的时阵，就一步一步到圣殿去敬拜上帝。所以这是一种启应的方式。所以启应会当互咱伫礼拜中间更较活泼，大家参与感更较济。所以启应的时阵，咱嘛袂当清清采采启应。就是咱用一种真敬虔的态度，当师会念一句。咱伫用另外一句来回应师会所读的，这就是启应。咱今日想要讲到这，后壁就是咱敬拜的中心，有关上帝话的分享，咱伫后一讲，继续甲大家做伙分享。希望咱能透过这款的学习，互咱的敬拜更较合上帝的心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，更较明白你的心意。互阮伫敬拜的时阵，会当照你的心意去行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起立来吟圣诗217首。受悲欣迷，救主耶稣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属伫伊的陪参者，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，也是跟信礼兄弟姊妹，三甲来甲主同坐道，享受主的圣餐。请大家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恁囡仔着磨担重担，就来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伊安尼讲，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。
请大家注意来听，主要所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，就是主要所互人卖迄一暝，又提饼，作谢来对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你要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，又提饼祝谢。所以，咱达先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。亲爱的主，现在阮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摆设这个宴席，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。阮即时谦卑恳求你，找肯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。这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恩典的帮助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互阮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，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性命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。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，咱着伸出恭敬的手来接纳这个杯，这个饼，伫心中感谢主，因为伊的牺牲，咱得到拯救。
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，咱就今安尼来纪念伊，三角来领受。主要所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今安尼来纪念我。敬虔的心来摕这个杯，咱摕到这个杯了，伫心中感谢主，伊流出宝血，洗清去咱的罪。
这个杯是新约，伫主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日的时，就加安尼来纪念伊，三甲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，咱同心来感谢。主，阮感谢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甲你同齐道领受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，也互阮知影。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。亲爱的主，阮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让你的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当了后，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圣名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无尽的恩典甲丰盛的祝福，因为一切美好的面拢是对你遐来。但愿要回应对主所领受的疼甲恩典，愿意将阮的时间、财情甲金钱奉献伫主的面前，对主圣工的路用。愿安尼祈祷，让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请坐。这碟来报告，伫招部第4个所在，本周特别事工，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社福事工关怀主日，呼吁兄弟共同关心总会平安基金会所属社福机构，连结教会甲社区资源所推动的社福事工，包括对上年长辈、诚心众爱朋友、劳工、义工、甲海员、渔民、原住民、单亲家庭、甲弱势族群的服务，甲身心灵的关怀。具体关怀，本会会友林正新兄弟，就是尤素珍姊妹的先生，也是林亮汉兄弟的老爸，伫6月15日安享主怀。伊已经伫6月28日举行一念礼拜，定伫7月13日就是本周拜六上午9点半的教会10楼礼拜堂要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来到甲参与，愿上帝安慰为助。本教会创办牧师陈启准牧师的查某囝吴丹信爱姊妹，就是吴木珍姊妹的妈妈。伫6月27日，伫美国安享主怀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伊助。本会会友梁君杰兄弟的老母陈秀兰姊妹，伫6月21日安享主怀，定伫7月12日，就是本礼拜5下午5点半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行楼3楼智人一厅要举行一念礼拜。定伫7月28日下午2点伫教会10楼要举办告别礼拜，请咱兄弟来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为助。下面要请主任牧师来做切恳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新朋友。第一位是林碧君兄弟，林伯君弟兄，哈，伫遐后壁遐哈，欢迎欢迎。第二位是蔡雅慧姊妹，蔡雅慧姊妹。无伫咱中间哈，好。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，无介绍着。好，欢迎这贵宾，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室，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。这个时阵，咱要来做中保大道事工的大道者的祝福车派礼。请咱伫这段中间。你有参与中保大道事工的兄弟姊妹，会当来到台前，咱来做祝福车牌。这是恁徛踮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，恁要领受中保大道事工大道者的责任。恁若有确信这是来自上帝呼召，请回答牧师所问恁的几个问题。恁敢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差派，献身伫中保大道事工，担当祈祷的使命甲责任？恁有要安尼行无？恁敢愿意彻底遵守恁甲上帝约定的时间？伫这个中间，愿意忠心代祷参与事工？恁有要安尼行无？
恁较愿意伫基督室内底的教会事工，还是个人代祷事项，只有独独甲上帝沟通？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的代祷事项以外，所有代祷的内容必须要人保密。你有要安尼行无？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双年教会小会官兵，设立恁诚做教会的中保代祷者。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，常常注意关心这件事，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。阿门。好，请你向后转，哈。咱用鼓掌来鼓励恁。因为有咱的需要的学生，咱也爱支持因的事工。咱若知影有啥物人需要代祷，也是讲你本身需要代祷的，你当写伫迄个代祷卡顶面，放入去咱的信箱内底。因这代祷者就为着咱来服侍，为着咱来代祷，愿上帝亲自祝福。好，请您回座。咱起立来念圣诗512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感动、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且坐灭道下温，共受车欠。
拜。